2025台南市国际啉酒锦标赛，对5月27到31，伫台南运河内顶场，配合大型的运动赛事，中加宽屏、三冠龙双主车，嘛把握机会到现场来宣传行销新世代的新服务。趁着这几日龙舟比赛的活动呢，也在现场这边呢推出一些优惠的方案，嘉惠我们的用户这样子。那新世代的话，推出了一个新的选择，那多了一项新的服务。那我们这个服务呢，是透过这个3bus的剧院串流盒呢，它是全台唯一搭载 B&O 的这个音讯设计，那它可以搭配指定的速率呢，免费来使用。那目前的话，可以搭配到最快的速率是1G。那这个3bus呢，你可以透过它去观看这个 Navy 呢，Friday Catch Play 然后 YouTube 这些影音的串流频道。那也可以就是跟你的家庭剧院呢融入在一起，然后有一个全新的体验。那目前这个活动呢，在我们现场这边呢，我们都有服务人员这边呢，随时可以提供用户呢来询问咨询。这项家庭剧院的音响甲电影音串流的阿嬷，不但会用观看串流的影音，而且嘛用搭配 WiFi 的全互通，或者是大型的家电顶，吸引未少的民众来询问。你如果使用量不大，或者是你枚数办高一点点，其实不会太有问题。对，这个是单网路的价格因为如果你们刚才有说你们有第4台，所以大概可以再便宜个100-200。会便宜100-200块钱，比这个再便宜100-200，因为跟第4台合在一起。我是问看划龙舟是对台啦，对电视台啦，厝我若想要用 WiFi 啦升级啦，今仔是过来问看卖啦，谢谢，很好，这个活动很好啊。目前这台剧院串流的阿嬷，只要搭配1G 的光纤上网，无论是标网或者是5路，拢相当会好。而且如果本身佫是有线电视的收视好，还佫有特别的优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